方讲，你哋退房嘅时间呢，爱付款。付款应用办讲呢，客家话会讲纳钱，纳钱。比方讲，退房的时候付款，退房嘅时间纳钱，退房嘅时间纳钱。然后哦，韩国纳钱嘅方法有同多，比方讲，你会用信用卡，客家话用办讲呢，信用卡，信用卡，也是你会用现金，现金，现金。比方讲，你会讲，我身上现金不够，有收信用卡吗？我身上现金唔啦，有收信用卡么？我身上现金唔啦，有收信用卡么？然后哦，过来你会讲结账，结丝，结丝。现在就帮您结账。呀哈，就老五结丝，呀哈，就老五结丝。男士人爱用办讲呢？呀哈，就囤五结丝，呀哈，就囤五结丝。懂好哦。你学习嚟呀，词汇老短记以后，接下来就会记起了。按用版来讲，呀付款嘅方式，韩国人爱用哪一种方式来去付款呢？接下来嘅记起就会教大家了。比方讲，你会先问，请问唔爱用乜嘅方式结丝？请问你要用什么方式结账？客家话按用版来回答呢？比方讲，我用现金，我爱用现金，我要用现金。可能你们会用信用卡，我爱用信用卡，我要用信用卡。再过来，你会用汇钱的方式吗？我爱用汇钱，我要用汇钱。哇，按到嘅方式就是纳钱，唔知大家按呢片嘅时代都系用哪一种方式呢？接下来呢，马上就系老大家跳下来复习呢条嘅句型了。